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真。这2天你敢有咧关心在罗西亚咧开着这种大会，20几个国家的领袖拢来聚会。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唔拿咧比太人，佮比成群结党开会甲你人。一边战争，一边是反美咧软空旁。那么，这块战争敢有抗金的一天？今仔日咱好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政大羅西亞研究所副教授魏必國。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二位政治大學外交系兼任教授李定科。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所英語教授王明賢。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洪小成。主持人大家好。那麼首先，咱就來關心2024年金磚國家的峰會。那麼22號在羅西亞起過咯，中國、印度、伊朗、土耳其、埃及這個國家的領導者攏來出席。其中外界上關心的羅西亞的總統普京，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來見面。習近平強調，世界真亂，不過中國甲羅西亞的這個爭議未變。羅西亞總統普丁甲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第3屆見面，雙方會談差不多1點鐘。世界正處於100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但我堅信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誼不會變。Мы намерены и далее наращивать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на все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площадках в цел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習近平飛去喀山的路人，羅西亞派戰機盤飛。峰會頭一天，相關各位領導人或者是高官代表嘛到位，包括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埃及總統塞西、伊朗總統佩澤斯基安、更高共和國總統恩圭索、印度總理莫迪等等。Многопланов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его рамках. У нас та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что я считал, что вы и так все понимаете. हमारे इतने रिश्ते हैं कि मुझे ऐसा लगा कि आपको कोई अनुवाद नहीं चाहिए。羅西亞即馬當咧小戰，普丁正做在地人接待者嘅貴賓，佢用認為想要透過峰會向西方國家展現權力，讓國際社會知影羅西亞有真濟合作嘅同伴甲朋友。The role of the BRICS is to try to bring order to a world which is in enormous change. For the last 200 years, the planet has been dominated by Western powers. This is a body which brings together all those nations who want such an order, but based on the interest of the global South. 金磚國家長期以來一直尋求建立統一戰線，而且家己看作是制衡西方的力量。近期《紐約時報》報道，即馬這金磚國家的 GDP 佔全球的35%以上。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譯。觀眾朋友吼，看到這個新聞大吼，唔通感覺講啊，伊去見派就見講了咧，講中東啦，講這羅西亞個烏克蘭。其實吼，這是互大家吼會當來理解講，習近平是安怎咧講世界有夠亂。咱有個人就想講，亂不那是你咧亂啊？亂到底是啥物意思？因遮個人是安那20幾個國家，你睇到聽到這個新聞大內面啊，佫講哦，講迄個巴勒斯坦的這個領袖啊，法塔的領袖阿巴斯也去啊，哦，真濟國家伊朗本來小對頭的，攏互伊面水呢，20幾個國家攏去哦。但是回頭轉來，金磚國家這個論壇，敢有約束力？實際上有達成過什麼成果了？我要先來請教就講，這一次來辦佇羅西亞。我要先請魏老師來講者，辦佇羅西亞，我一手還佫咧燒錢，我一手還佫來辦這，毋就這就敢若這個公關行為嗎？還是講我咧起鼓，我實際上甲北韓啊，甲一寡人啊，順續來講一寡武器啊，講啥代志？老師是羅西亞發動戰爭
去拍乌克兰，是伫2022年2月24号，迄当阵开始，西方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的世界，大家对伊做制裁嘛吼，要伫外交上甲孤立吼，所以对罗西亚来讲，伊一直感觉伊伫国际舞台拢去用压掉着，伊无办法去参加。像去年伫南非的金砖5国这个元首峰会，伊都无办法去嘛，因为伊去国际刑事法院通气嘛。南非是刑事法院的这个签署成员，所以惊讲伊去遐万不幸去用扣起来，所以伊就无去。伊用线上的方式参加迄个去年的金砖峰会，所以你看伊这个制裁，伊拢行袂出去。所以这届机会，伊怎哇，甲这个场做大的哦，唔是这是金砖一样5国，这届是扩大新的4个国家加入，吼，好多主持人讲的有埃及、伊索比亚，这是非洲，去中东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伊朗。哦，这四个国家是新加入的国家，刷落呢，罗西亚呢，佮邀请20个国家，这20个国家是有意愿要加入金砖国家的。这个金砖这个国家吼，刷落变到因叫正有一个民俗啦吼，叫做大金砖哦，就大地的金砖啊，不是讲过去的4国，上开始是4国，后来变5国，正个变9国，刷来讲，国家要扩大。所以这届吼，你若加的有9个会员国，佮20个想要参加的，刷来呢，普京吼，这个罗西亚总统，佮利用这届机会呢，办17场的双边会谈，吼，譬如讲伊甲习近平，伊甲迄个印度的总理，吼，就利用这个机会，吼，伫边办双边的会晤，伊这个其实互伊主场的优势，互伊这个讲，你看。恁对我的制裁其实无效啦。老师，这是可以透一口气，还实际上对伊来讲有实质市场的意义。譬如讲，我会当借着钱，我会当买我的武器，我会当是有这实质上的意义无？对罗西来讲哦，这个伊是主要，我讲的是这个外交甲政治的带互伊的这个效果吼，去比经济上更加大啦。宣传的效果。经济上当然是要安尼，伊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吼，办一个叫做要创造一个机制，这就是全球支付的另外一个系统。咱正爱全球的支付系统就是 SWIFT， 这个 SWIFT 这个系统，美金嘛，迄个迄条，主要但这个西方系统甲罗西亚甲踢出去啊，吼，伊做者伊的银行拢袂当参加这个 SWIFT 这个系统，吼。这个系统所以正啊，伊想要创造另外一个系统上好是哦，刷来个会当金砖国家会当有一个支付货币，唔爱用正啊的美元，唔爱用美金，但是这其实是困难啦，你说正啊内底，你这金砖国家这经济上强的是啥？中国嘛，你知这个金砖内底4个国家无算来，新的国家卖算来内底。这个经济实力上大的，就是中国，占70%。你也是把这4个国家加入来，新的会员国加入来，9个国家，中国的经济实力差不多占60%。所以你来看起来吼，虽然这届罗西亚是东道主啦，的指挥者吼是啥？是习近平啦，是中国啦。因为这讲开这个金砖国家，你要讲经济，你要讲全球支付系统，你要讲支付货币，有钱的人才是大声，再通讲话才是大声啦，对不对？因正啊，你讲的讲，咱迄个罗西亚甲中国咱的货币交易用本币交易，主要是人民币嘛。你是人民币是这个因这所有的国家内底上强势的呀。所以经济嘛是中国上强的嘛。咱看这比例来，迄个60%来讲，经济实力也占的占比。所以其实你看迄个指挥者，整个规个其实中国才是讲话，伊才会准绳啦。因为这大家都讲20个国家想要参加金砖国家，为什么？因想要看有啥好康的无？因真侪国家拢是本身经济就无够好嘛，无是发展中的国家嘛，发展中国家啦，还是讲这个新兴市场国家，正啊，伊想要看参加这会当有得到什么援助无，还是贷款无？会当互援助贷款是啥？
就目前看起来中国有这个实力尔嘛。俄罗斯这样的罗西亚最近正刚咧，伊都欠人欠，伊都要为啥物都欠啦。韩国就为迄个北韩嘛吼，朝鲜要招兵嘛，朝鲜的兵就抓住啊，你看咧，伊国家迄个伊朗爱迄个无人机嘛，吼无人机嘛，吼啊，煞咧国家哦，足济伊根本伊无迄个计出来的力，吼迄个钱去援助别人啦。所以你才看起来上迄个实力就是中共嘛。但是吼，我睇看到讲内面还佫有即个巴勒斯坦吼，内面嘛真侪目的呢。我们请教李老师吼，即个巴勒斯坦人去到遐，伊敢有真正有通解决问题？美国也无参加，以色列也无参加，啊，踮咧遐踅来踅去，敢有法度？还是讲踮咧遐发声，美国人就会惊，讲等你咧大选，你就无法度，老师。这其实无什么好过啦，这是种个咱讲外交的这个什么，声援啦，讲哦，阮支持巴勒斯坦，哦，阮这国家这金砖这吼，拢支持巴勒斯坦，哦，所以巴勒斯坦感觉讲哦，我国际上我毋是安尼讲这孤单，我有真侪朋友啦，这主要目的是安尼啦，啊，但是无另外一个意思讲，那俄罗哦，啊，这个阿强啊，就中国啦吼。啊，印度这个大国嘛，这几个大国啦，讲来正讲支持巴勒斯坦啦，哦啊，大家拢批评这以色列可能对这个讲外交的谈判有点帮助啦，小可压力，有点帮助尔啦，啊，但是个实际上吼，上大影响我是美国嘛，那美国讲无压迫这个无强迫以色列来谈判。啊，其他这什么竞争的什么国家，其实吼，无什么路用啦。因为我安尼问吼，是我今仔早起读到这个 BBC 吼一个报道啊，就写讲哦，即马以色列吼，即马开始吼，用华语来讲四面楚歌啊，四面楚歌啊，安怎讲呢？讲吼，即马沙地阿拉伯吼，也开始甲伊朗吼，咧和谈啦，咧讲啦。吼，所以吼，你无一定你巴勒斯坦你有，你是你安怎呢？所以以色列吼，你嘛免笑着。意思就是讲，即摆情势咧改变。老师敢有闻到即种味？感觉讲，美国可能也看办势讲，以色列你做甲伤过头去啊？敢会安尼？即摆是安尼啦，美国这么大选嘛。哈，那讲这么大选前一礼拜，讲前2天，以色列甲这个哈马斯。还是讲以色列甲这民主党，哦，拢达成迄个停火协议，哇！啊，这对这个民主党真有利啊，对啊，对选举真好嘛。所以即马你看拜登嘛，哦，派这个伊的国务卿啊，布林肯啊，飞来飞去呢，去以色列，去年10月到即马已经去11遍了呢。哦，这比较早迄个什么，我们讲说那个谁啊，以前那个川手外交啊，基辛格还要多呢。啊，结果走一走，啊，讲有什么好过？无什么好过啊！所以我感觉吼，这个布林肯吧，走啊真线啊！啊，不过伊头壳嘛真疼咧，因为迄个拜登讲较去搞。上无爱演者。对，哦，看后礼拜当时啊吼，停火协议吼，我完成，哦，啊，咱这个民主党哦，这个贺锦丽的选情哦，大有加分啦。所以这主要目的是安尼，啊，但是吼，迄个以色列的总理啊，内塔尼亚胡啊。伊有伊的野心嘛，伊就讲好吼，即马美国即马等你选举吼，啊其实呢，这个机会上好啦。安怎呢？共和党、民主党谁都不敢得罪以色列嘛。你来得罪以色列吼，啊你犹太选票无啊，啊你金主跑一大堆咧，对无？你选举爱钱啊，啊犹太所以就趁这个时阵，甲你会当杀的人讲我甲你杀了了。对啊，所以即马个天不怕地不怕。所以你看，拜登给他很多警告，所以连金正这种组织的可能也无看在眼内，无看在眼内。美国无看在眼内，去看这个国家。安尼这个国际现实，这王老师你安怎看？这到底这个金正这个论坛嘛吼，伊实际上的意义是啥物？既然那无是这个压力，伊啥宣传，或者是讲。大家互相接触了后会当过来做啥物代志？还是讲无喏？这上无对罗西亚来讲，我乌克兰战争，我会当去拍落去。因为咱了解讲，即摆的世界情势吼，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个国际社会啦吼。
所以美国来讲啥，大家来第一行啦，吼，即为1949年吼二次大战到即摆，拢是即个情况吼。啊，美国嘛唔但啊讲吼，提供国际迄个保护力量吼，啊，伊咱咧经济、金融吼，拢提供足济啊世界补助吼。譬如讲，伊提倡迄个世界贸易组织吼，互大家来自由贸易吼，啊，互大家足济所有的公共财吼，即种物件吼，所以伊主导国际组织足久啊吼。啊，即摆面对问题是讲中国起来，啊，中国起来，伊无要对美国行嘛，所以伊定中国定咧讲，你袂使讲美国讲啥啥，你袂使讲啊，你以什么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你讲就煞，啊，你讲安怎就安怎，吼，所以中国开始思考讲，我若建立什么机制，还是什么平台，吼，我就甲伊对抗，嘛有种力量啊，吼，啊，即种想法毋是讲即摆开始。中国等咧1960到1997年就讲一个代志，讲这世界分做三个，第一世界美国，第二世界、第三世界，个是安个啦。啊，第三世界是中国嘛，甲即个南方国家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较无钱嘛，啊，咱是落后国家，咱是第三世界国家。啊，第一世界国家是美国啊、甲西欧啊、甲日本啊，甲嘛有中间的国家，就是讲发展中的国家，所以伊的想法是讲。咱来讲，有法度结合第三世界来对付第一世界，2+3大于1嘛，所以有这种想法。这个物件甲怎啊搁咧做？所以咱即摆咧讲金砖5国，其实中国嘛咧做一个代志，就是讲全球南方，Global South， 全球南方。大新闻大有讲，全球南方啊，全球南方就是讲咱南方国家来对抗北方国家，因为南方国家拢较无钱嘛，咱咧赤道以南。你看迄个非洲、东南亚、中南美洲，拢是南方国家，较有钱的欧洲联盟啦、美国啦、加拿大、日本拢是北方国家，所以南北对抗啊，对中国有利啊。我建议这种联盟来对抗，因为咱了解讲，顶礼拜咱咧迄个辽国首都永贞嘛举行迄个东协会议，ASEAN会议，啊，东协有10+1、10+3、10+6的，嘛感觉是中国嘛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另外。顶礼拜嘛，举行中国所创办的迄个上海合作组织 SCO， 所以伊嘛有这个组织吼。啊，这个 BRICS 为什么叫 BRICS？ 为什么叫这个金砖整下头？因为 BRICS 就是英文就是 BRICS 就是整下头嘛吼。啊，本来有4个国家 ，Brazil， 巴西那么罗西亚，然后印度，加迄个中国，后来 South Africa 南非加入了 BRICS。即马所有国较重要国家什么埃及、伊朗啦，那么迄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是迄个伊索比亚，这些国家拢要加入。啊，其实还有一个国家最重要，嘛要加入，就是土耳其嘛要加入。多尼基。多尼基。所有有21个国家，加起22个国家，嘛甲因的迄个申请书写啊，讲伊要加入这个金砖会议，所以以后变成大金砖啦，以后这大金砖出现了后，也在对抗美国所率领的什么 OECD 迄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还是什么 G20，还是 G7 还是什么 G2 这种概念。换言之，这中国的思考就是讲，我有一个组织，我就甲你对抗，我甲这我人拢轻来，我嘛使变做我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咱唔通甲这个金砖5国看歹，因为你算看咩啊？印度14亿的人口对无？中国偌济嘛，差不多17亿，2个加起来28亿个呢。世界才有1/3啦。所以巴西虽然讲伊国家大，经济较歹，不过伊有资源济咧。资源俄罗斯，伊土地是上大的，伊有啥物？有石油啊，有能源啊，伊个有核武啊。这几个国家你看。南非可能嘛有核武南非嘛有矿藏南非有核武，印度有核武，所以你看这几个国家拢有核武疑似核武中国当然是有核武嘛，俄罗斯嘛有核武嘛，所以这个集团是袂使忽视的，伊有核武，伊若讲为经济合作，以后甲安全合作、甲经济合作了后，伊会使变做一个最重要的力量。我补充就是讲，这摆其实召开这个咱咧克山的这个会议是要迄个普丁表示和民主啊，因为这几年伊用制裁封锁，用抵制嘛。伊若拍这个会议，印度也来，中国也来，拢来，我就表示讲，我的做法大家袂反对啊，大家同意啊。刚才你美国反对了嘛？伊2022年拍迄个乌克兰嘛，到即摆嘛无代志啊，伊继续拍。
啊，大家拢无咧讲这个代志啊，表示讲，我后来做嘛是我的所谓内政问题，表示讲伊会使用这种方式来主导国际政治的发展。那以莫斯科的想法来看这个所在，伊甲中国合作，甲印度合作，甲伊朗合作，势力足大的，这是袂使负责的这个力量。嘛是要注意的对啊啦。对。但是童老师吼，他这三位拢讲过，讲有诶讲实际上吼，即马初看起来。佫无真正有实质的这个作用，不过本身因拢是各有千秋啦，若是夹起来。不过我也咧想讲，因这国家哦，若会夹起来吼，早就伫联合国就夹起来。来这要夹起来吼，已经是各有各的利益，会当贯穿，才会当合作嘛。现主席为着要反对美国来夹出来，你认为你判断这敢有可能？尤其像印度，即马美国要救印度，印度也去甲普京讲，无咯，我希望你赶紧用和平的方式紧甲解决。吼，头拄仔咱看新闻段，普京就讲，免欢迎你嘛，知影讲阮两个交情就好。迄印度这总理小可解救。老师安怎解读？头拄三位教授讲了真好啦我来做一个补充啦第一个，头拄你有讲迄联合国联合国即亚非拉的国家差不多2/3啦。你这个遐尼济个国家，你爱甲组织起来吧？这个这个会议就克山的这个会议金砖都是一个条啊，我是一个条啊，我有家己的我议程，我有家己的议题，我用这款的方法，我来甲这个亚非拉的国家都甲扛起来。你敢若咱咧做麻糍做咧米册，先爱有结一个米册，才落去烂，才烂会结悬。就是安尼，就是安尼。抑过来呢，为差不多20年以前开始啊，中国甲这款的这个亚非拉的这个国家拢对美国真感冒啦。就是讲，你美国你为2次大战结束了都是你做老大就是你的世界啊。迄个时阵是无人敢讲话啦。也毋过了后呢，你甲这个相战，甲这个相战，战甲真侪人拢对你对这个美国拢有意见啦。也毋过过来呢，美国2007年、08年迄个时阵，过来一个这个内部的迄个财政危，迄个什么危机？金融危机对无？金融危机一个用起来真济个国家受到伤害即马要安怎？即马就真济人咧想美国以外，佫有人会使来领导无？真济个国家都要想讲佫找一个有力换另外一线啊！嘿换另外一线对啊！你讲啊，够好对啊，换另外一线啊！换另外一线，什么人？刚刚中国人嘛。你俄罗斯打这个乌克兰以前伊都无钱啊，伊都真散啊，伊敢若靠伊个石油、伊个能源，敢若赚一个外汇啦。中国咧无共款中国的制造业啊，什么变叫呢？那所以讲大家都在看这个中国，看你会使。以老师你的判断，你感觉以中国目前这摆经济情形，乃至到讲未来这3年至5年，你感觉这个组织敢有这个前景？这是安尼啦5年前足强，足强的那个中国气势真好即马呢，切落去，切落去切落去了后呢，毋知看美国变怎美国看伊即马是啥物人出来
看伊出来了后，啊，这个过程中间会出代志未？哦，老师，你认为Trump动算，或者是把这个 Kamala 动算，会绝对性的无共款嘛？我是讲是安尼啦，对啦，就讲川普有讲过嘛，假使讲我选输吼，啊，川普选输，世界大乱，唔是美国大乱啦，美国大乱，美国会老灰啦，伊是安尼讲的啊，伊讲有讲吼，美国了后吼无选举啊，这什么意思啊？这真严重呢，啊，过来呢，啊，拜登吼嘛咧讲，伊退选了后吼嘛咧讲，川普讲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 serious， 伊是安尼讲的，啊，这是什么意思？伊会当卖讲啊？你讲这要创啥？你讲这个用甲两边吼，佫是对抗佫较激烈，这是什么意思？起码都唔知啊，起码看起来吼，上新的发展吼是川普慢慢超过贺锦丽啊。但是我的感觉是讲，这世界这情势吼，包括习近平啊讲，哇，这世界大乱，哦，拄啊咧当咧改方向。我相信伊这两句话是千言万语啦，吼，内面千言万语，讲家己国内啦，讲甲美国的关系啦，罗西亚的战争啦。如果罗西亚甲这个乌克兰的战争马上结束，有可能有多几种剧本啊！我想要知影讲，也是魏老师，恁已经开始咧想讲，若要停战，若要停战，有多一种剧本，对整个世界较好，对罗西亚较不利，对中国较好，还是讲我看，即摆咱看种连伊朗啦、北韩拢派兵啊去相战安尼，这敢有通收煞？老师？这看起来，整个目前就是这个金砖国家这个会议进程吼，迄个普京吼有召开一个国际新闻记者的迄个记者会啦，啊，伊人嘛你讲这个，伊甲乌克兰这个战争这代志，啊，看起来伊甲当个无咧放手啦。伊讲的就是讲，你若要和谈的前提条件，就是你要承认我对乌东乌克兰东部这四周就是我的啊。啊，克里米亚迄个还免讲，啊，所以就是你爱承认，这我目前咧占领的这内底，你土地，你都免想要搁爱转去啊，你就承认，吼啊，刷落咱再来讲，这是上新的讲法啦，吼，所以你看起来这个其实，除非乌克兰已经下个月美国总统大选选出来，也是川普调新的总统，啊，反射完伊会泽伦斯基爱做某一个程度的让步。安尼可能就代志个无共款的会行法啦。啊，目前看起来，泽伦斯基目前讲起来嘛是，伊无接受这种普京提出来这个条件。所以老师你的推论就是讲，这两边可能无可能有一边完全战胜对方。无，即个看起来伫军事上，因无完全压制，就是对方的可能性。所以只有外交手段咯。拢这样有一个局部的战场上的战术上的小胜利，看起来这个较优势，即目前最近这阵啊看起来都是罗西亚较占优势，这看起来两边就是安尼焦灼的状态啦。你拍过来，另间我搁拍上去，安尼伫安尼，但是无一个按照甲以色列甲哈马斯共款。在目前罗西亚甲乌克兰这个战争，其实看起来是安尼无什么重大的改变，所以你看来就是要靠其他方法来处理。这目前看起来，普京嘛伫等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是安怎啦？吼，看起来伊是较希望。我想讲，伊迄竞争若开落去，20几个国家来甲我乌演，我坐拥去，我搁甲你吹落去安尼。但是看起来，敢若是这个金砖国家开起来是。迄个口头的啦吼，无实际的吼，送钱是无啦，无这个实质上的效益的，是讲伫外交上的伊取得的迄个胜利，还是伊迄个吼，我作样的安尼，但是实际上是无迄个伫物资啦，还是这军事啦，这是无啦，是无。李老师安怎看？这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这
一时间无可能是透过军事来解决咯，啊，外交系统来解决，敢有可能？那两边吼，拢拍啊不爱拍，哦，有可能讲外交来谈判，就是安尼啦。有可能讲啊不爱拍，啊个路啊讲我嘛不爱拍，啊有可能。啊，一方面一边讲我不爱拍，啊另外一边讲我不去拍，嘛也无可能，就是安尼。所以吼，你了解这个外交甲这战争，你就知外交甲战争是真趣味的。战争嘅变过来就是外交啊，啊外交来讲淡薄破裂，啊就战争了。啊，所以即马也是爱咧看战争啦。啊，即马俄罗斯讲啊，种罗斯啊，占土地占越愈多越愈好啦。啊，摆伊靠有迄个谈判头嘛，靠本好谈判啊。啊，乌克兰呢，伊嘛是讲，我来反攻，啊是讲我占俄罗斯的地吼，嘛是越愈多越愈好啊。后摆来地换地啊，哦，我即地换你地啊，加减就加减嘛。啊，但是即摆来讲吼，其实来讲，迄个川普来讲选赢，迄个乌克兰啊，嘛无可能讲哦，即摆罗西亚占的土地拢互伊，嘛无可能嘛，一定是比较有可能是啥？你知？是即个2022年之前啦，迄阵啊罗西亚是占2州嘛，乌东两州嘛。啊，基本上快要4州，咁讲，快要4个州嘛。啊，所以哈，那2州不是给那个什么罗西亚了，给他自治，有无？哦，给他那个半自治。哦，比如说主权可能是乌克兰，哦，啊，不过因主题，哦，啊，那克里米亚咧，啊，就免讲啊。哦，啊，安尼来讲较有可能啦，就即摆是安尼啦。哇，安尼泽伦斯基伊敢有通落台？即摆是安尼，即摆唔是这个泽伦斯基呢，连普丁嘛共款呢。我拍遐济年啊，对无吼？2022民主挂袂掉呢。是啊，我死遐济人哦，结果我退两躲回原来的地方。哦，啊，你们唔落去击败。哦，所以吼，谈判吼，本来是还佫看这个战争啦，看讲谁哦较赢面啦。啊，你赢面的较济，啊，你就较有本钱来。啊，那以色列甲哈马斯这边呢？以色列甲哈马斯哦，即摆来讲，迄个和谈嘛，真困难。安怎讲呢？者，以色列敢拍到安尼呢吼，啊，迄个新闻嘛，叫以色列拍死啊嘛，就哈马斯的领袖嘛，伊是算讲，当年迄个创造这个哈马斯的弯路呢，哦，一言九鼎呢，哦，啊，你即摆刚刚抬掉以后。即马想不来如啊，做新的头啊，也唔知啦。啊，但是哦，无可能讲有一个人讲有伊的迄个威望啦。哦，有伊迄个影响力，找无人通讲，歹讲啦。哦，啊，但是讲继续拍，就安尼是有可能啦。因为安怎讲咧？因为这个哈马斯，我继续拍，我嘛无什么损失啦。哦，上歹嘛是安尼啊。哦，啊，阮新的头啊，即摆想我嘛拢唔讲，嘛唔知啊，对吧？啊，但是因较早拢有这个训练嘛，哦，头啊若无伫啊，啊，你继续拍，啊是安尼哦。啊，以色列嘛知，这个哈马斯你看安尼吼，即摆目前啊，这就要个5来千人呢，5来千人有武器呢，哦，啊，么四个长，四个长，不甲因讲一个拍死无啊简单呢。啊，搁啥呢？因搁有迄个以色列人质呢。有几百人互伊抓去呢？啊，即摆讲以色列讲啦，活可能可能有60个啊，70个是活的啦。啊，你若去拍这个哈马斯，啊，毋拄啊拍到家己的人质，啊你就歹讲啊呢。哇，所以即摆那阵嘛真头疼呢。哦，虽然讲哈马斯拍到已经吼，也会使讲走投无路安尼吼。啊，佫因佫毋投降呢，嘛真硬呢。啊，其实这就是咱讲吼，巴勒斯坦以民族性啦。这把是甲伊朗都差不多啦，哦，因这种打死不退呢，哦，所以讲以色列人讲我唔惊死，哈马斯讲我嘛唔惊死啊，啊，我嘛啥拢无啊，厝拢无啊，钱也无啊，佫较唔惊死啊，咱讲啦，善人较唔惊死啊，啊，比较起来以色列较有钱啊，咁是安尼，安尼这就看起来两边拢拍死干呢，所以就是安尼，所以讲以色列吼，硬用这战争吼，啊，就讲。要来讲换伊国家永远的这个和平甲安全啦，就无可能啦，真的无可能。以色列从1948年到到今嘛吼，迄战争大个时拍几10年呢，啊因到摕到安全，无安全啦，到摕永远的和平，无和平嘛。所以吼，那看个伊这做吼这一套啊，其实是什么？是对以色列呢有害无益。
所以美国一个著名的这国际关系的教授啊，芝加哥大学一个教授啊，叫做 Millsmeyer， 哦，伊对这以色列嘛做研究啦，尤其研究啥呢？研究这个美国国内这个以色列对因的影响，犹太拉比哦。伊讲即摆那两个有看过好，真厉害吼，遮拍遐拍吼，把这个哈马斯拍到走无路，把这民主党打得一塌糊涂，看过真厉害。伊讲这啥着？战术上的胜利，战术啦，短期啦，哦，看到真厉害。不过咧，长期来讲，战略来讲啊，这是失败。安怎讲呢？你的敌人啊，紧来紧坐啊，紧来紧唔惊死啊！你即摆甲这个哈马斯吼，你看遮他做人对吧？你拍死4万多人呢，且人一家孙到尾吹向甚小，吹那当嘛，吹以色列嘛，对吧？所以吼，一直世代什么恩恩怨怨的，黎巴嫩不赶快嘛？你即摆你拍真主党，结果什么黎巴嫩嘛，迄个难民啊，超过100万人呢，超过100万呢，你拍死几啊千人呢？这几啊千人，因为刚顺到尾当然咪讲嘛，你就讲哦。你来讲好像怕死的，恁爸爸是好像怕死的，如果你来遐好像怕死的，这没完没了的。所以米斯曼就讲，那两个一直头哦，对以色列来说啊，其实呢长久来说啊，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战略不利。对。那讲到战略，我要请教王老师吼。这安尼中东安尼落去，难道美国唔知吗？美国应该真知嘛，在战略上应该就是，那嗰种和平的。互你成立一个国家，吼，因为咱即摆即个政策的2国方案，吼，互伊去做。美国的内部其实嘛有种呼声呢，敢有可能趁即个机会，尤其美国可能 Trump 啊，我唔知啦吼，唔知谁会选着，敢有可能来做一个？阮是毋捌看见犹太政策有真大改变啦，敢有可能？我感觉无可能呢，因为若有可能，1948年吼，以色列建国嘛吼，迄段应该有巴勒斯坦建国嘛，伊无有建国嘛，吼，所以即马以色列大个所在，等于是以前巴勒斯坦大个所在嘛，伊甲占领嘛，吼，所以迄个什么约旦河西岸一寡屯垦区嘛去互以色列一直甲蚕食鲸吞啦，吼，反而是无可能代志，就是因为以色列感觉讲，我今仔日对伊是我的绝对安全。我无对方一个力量吼来迄落吼，所以真歹讲这代志吼。毋过我感觉讲，因为11月5号是美国的大选嘛吼，大选期间这种物件是足重要的红利啦，就是讲克林顿布林肯，伊若我就讲，互迄个哈马斯甲以色列两方坐落来吼，咱签一个合约吼，签一合约就是讲停战啦，莫搁拍啦。以后个敌对，还是要搁拍，迄是另外代志。就是讲两个坐下来讲，上无坐落来。对啦，你若甲即个协议签了，有当时协议吼，造成以后和平啦，一寡时间，嘛使互美国去民主党做一寡宣传，讲我都互哈马斯甲迄个以色列停战嘛吼。若停战了后，迄个叙利亚真主党吼，还是迄个南也门的青年组织，还是伊朗，伊嘛爱刷哦。反正是。这种方式是法度，互美国等咧短期吼，得到这种战略上的效益，有利于伊的选举哦。不管是啥物人啦，其实对这迄个民主党的哈里斯较有利吼。有种想法来看，咱来感觉讲这种物件，其实其他国家嘛想要发挥因的应用力来处理这个问题吼，因为美国。虽然讲有这个什么2国方案，毋过伊无要赞成啦，因为以色列无要同意嘛吼。其实上大的国家支持这2国方案是中国。哦，咱了解讲，顶个月2个月前等咧，迄个瑞士开迄个乌克兰，还是迄个联合会议吼，还是讲这个会议，大家拢讲战争若要甲结束是无法度啦。若讲暂时停战是有可能的代志吼。咱了解讲，1950到1953年吼。韩战拍3年，了后是停战协定呢，无和平协定呢，所以以色列甲哈马斯乃使讲现在这个停战协议来停止交火就无这个代志使决定有一个段落了吼，以后再搁讲，所以这对美国来讲是足重要。毋过我感觉哈马斯是袂
退拢啦。虽然讲，即马到这个地步啊，吼。虽然讲因的领袖吼最近叫暗杀，不过因到明年的3月吼，再要搁选一个新的领导人。伊的意思是讲，我无领导人啦，所以你无得甲伊讲，到明年3月，哦，即马就讲你变啊搞好来协调吼，这个加沙走廊的人道问题，哦，这压力是当以色列身躯，所以以色列不得不去处理这个问题，哦。伊嘛感觉讲，伊即摆佫有一个敌人是伊朗嘛，哦，伊朗甲伊发射飞弹啊，共安尼拍，哦，所以伊嘛感觉讲要来处理这问题。不过总体来看，美国当然这个所在是用迄个权力平衡来看这个所在，所以伊会扶持以色列来对抗伊朗，所以伊会放弃对以色列支持。那所以当然这个情况底下，伊朗只好掠中国、掠俄罗斯来对抗以色列甲美国，所以伊朗为什么要参加金砖5国会议，这个代志这思考，找一个朋友来斗3工，甲你变做你的上将官，所以这种物件一直不断出现，吼。那么刚拄啊讲到泽连斯基，哦，伊想要讲，甲迄个罗西亚普丁要讲，吼，因为顶礼拜嘛去美国提出一个胜利计划，吼，胜利计划两国总共5点，吼，我感觉。实现的机会真少，因为第一点也条讲啥，讲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哦，北约，这是一个条件。乌克兰会使合作北约，等咧欧洲哦一寡军队的防卫问题，也是讲甲美国甲欧洲力量引进来开发乌克兰的天然物资吼，这种物件。我感觉讲伊的胜利计划是足悬的，互迄个俄罗斯无咧接受。不过俄罗斯来讲。你放弃即卖4州，我互你加入北约，看你要不要？看你要不要？这有一条路。这是所谓以土地换取和平，看你敢唔敢？这可能是以后我那个思考问题啦。这变成卖国贼的。对。董老师，你认为呢？我想讲吼，有一点吼，最重要的是安怎呢？是纳坦亚胡吼，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吼，甲拜登的。根本上的差别伫倒。拜登呢，伊是为着选举，伊讲咱签一个和平协议。纳坦亚胡呢，伊要斩草除根。是安怎呢？本来就是伊是安尼想的啦。即马呢，第2点，你川普甲即个拜登吼，都一个对以色列更较好。当然是川普嘛。川普伊做总统的时阵，伊支持以色列，讲把迄个首都把搬去耶路撒冷，对不？最近呢，伊讲以色列你会使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拜登安怎讲？唔通，安尼代志会大条。两个人。对以色列的态度都无共款啊！即马咧，即个纳坦亚胡是讲我甲叫好乱，安尼吼，拜登甲贺锦丽啊，伊的票都无去，都袂去。川普都会当加分啊！即个都是伊的即马，伊头家咧想的，头家想的代志嘛，对不？要讲唔过呢？以色列吼，国家。唔那是拜登也是虾米人吃定了。我是讲拜登哈，伊骂脏字呢，骂这些纳坦亚胡，佮骂脏字啊！讲你上过分啦，要么讲呢，过来萨德过来什么军队，过来支持以色列这什么意思？以色列就讲你搞没要紧你军队来就好啊。所以以色列是吃定了今嘛的拜登啦。对吧？即马所以讲，伊是想讲，我想愈乱对川普是愈好。世界大乱，情势大好。就是安尼。但是还有一点我想要讲的是讲，即马咧，考试讲迄川普调川普调中国都要紧张啊，因为川普。也真好的朋友或者季辛吉伊死去季辛吉安怎讲
中国是第一，阮的敌人啊！这俄罗斯呢？不是啦，俄罗斯无啥物啊，伊敢若核武器尔，甲中国无共款啦。阮是应该是讲，阮来甲俄罗斯合作来对抗中国。啊，假使讲即马你川普调咧，中国就爱抓你蛋，哎呀，都爱抓你蛋啊！这是一个真大所以真大的改变。建摆就讲我甲普京是好朋友，是这个意思。本来就是安尼啊。要普京就好朋友啊！哦，安尼来问罗西亚老师，这真正是好朋友吗？啊，这条路安尼敢会通？你也甲正啊川普甲民主党的贺锦来讲，当然对普京来讲，伊是较熟悉、较熟悉川普啦。因为川普毕竟进前4年做过总统，伊其实甲有迄个私人的交往。甚至川普讲啥？讲我话你做总统，会伫讲伫批评迄个。拜登啦，伊讲今仔我应该是适当状态，我正好做总统，根本就未发生这个2022年迄个俄罗斯拍乌克兰这个俄乌战争，根本就无可能。伊嘛讲这个不行，去年的10月17迄个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伊讲伊也做总统，这代志嘛袂发生。伊拢咧讲这种的啦，所以你讲咱转来这个罗西亚来看，川普调，当然。其实川普你也国较早进前，伊做去当阵做总统选调第一任，伊其实伊的战略的想法就是合多少层。老实讲的，就是伊其实是要联合罗西亚，甲罗西亚是好的关系。伊嘛知影伊的敌人就是要中国。其实你知影伫美国内底有一个建制派，建制派其实因有过去冷战迄个思维，所以伊过去当迄个时阵，伊过对。普京对罗西亚是无放心的，所以在伊哩就是无希望讲川普甲罗西甲普京，嘿，是，当然后来，但即摆情势愈来愈明朗。对。我补充一下吼，川普是安怎甲普丁遐尼好哦？是讲以前是个希拉蕊你个会记的希拉蕊甲川普毋是讲迄个竞争嘛选举嘛。希拉蕊以前讲啥物话呢？讲普丁你选举作弊，这话讲了内面迄俄罗斯内面有人暴动，这甲迄普丁都惊到，所以伊就抓讲这个查某的袂使互调，袂使互调是安怎？就是要支持川普。本来伊两个人是无啥物关系啊。是因为希拉蕊得罪普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都是安尼就为家来的啦。但是这国际政治安尼来看我们请教李老师不管是中东也好，比如讲咱讲中东，沙特阿拉伯啊，甲伊朗，甲以色列，即马沙特也有可能甲这个以色列也开始咧好啊。甲伊朗也开始咧和谈啊，难道美国袂运用这个物件去做一个平衡，安尼规个拢会缀伫以色列顶头嘛？老师，其实即马三了，拜登有这个权力吧，有这力量啦，夹逼这个以色列两个有接受美国的条件，但是拜登唔敢用啊，拜登人真好啊，唔敢用啊，就是来川普就无共款咯。川普有咱讲甲歹势，笑笑安尼共款嘛。伊讲嘛，你讲说习近平嘛惊我呢，安怎？我笑笑呢，怎么可能敢做呢？所以拜登上大问题是，伊有迄个力量唔敢用。以色列知影讲拜登有这个力量，你嘛唔敢用，伊就知影安尼嘛，所以伊吃定了。所以迄个内阁根本就无咧插这个拜登嘛。所以拜登真冤枉咧对伊就真好，对以色列乖乖好无你听我的话甲这个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我这个经济互你援助军事上佫援助你对你遐尼好咧，佫以色列咧，我无听话，你嘛继续援助我我无你甲你指导，你看你的武器紧来紧济你咧甚至美国派兵去帮忙以色列呢，惊讲这个伊朗佫拍这以色列啦。你看
爱国者飞弹啦，吼，另外更好的这个反飞弹系统都包去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根本唔惊嘛。所以这是啥呢？这就是拜登家己唔敢用伊的权力吧，就是安尼啦。老师，这是民主党的传统，还是拜登个人的风格？这唔是民主党的传统，嘛唔是讲拜登个人的，是美国要等你选举啊，第一点，等你选举爱邮票啊，第二点是啥了？我甲你讲起来，迄芝加哥大学咧，迄个教授啊，一卖哦，有一本书啦，我感觉迄本书写得真好，讲哦，向你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就犹太人嘛，你知？讲犹太人离美国无几百万人啊，但是伊对美国外交啦、经济啊各方面的影响有够厉害，所以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唔敢得罪以色列嘛。哦，你讲共和党我100%支持以色列。民主党嘛讲，阮100%支持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就有恃无恐啊。但是安尼吼，看起对以色列敢若真好啊。其实就来讲长远来看啦，来讲看较久来看吼，对以色列歹呢。安怎讲？你伤强啊！你唔甲人讲达成一个很好的迄个和平协议嘛？头仔讲去啊，以色列来同意讲巴勒斯坦建国，大家来好好谈判吼，这个巴勒斯坦建国，就跟他把这个地雷啊，把它给对啊，把它拆掉一样啊，会有的都把它拆掉啊。但是以色列嘛，唔是讲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反对了，就是以色列迄个强硬派右派内塔尼亚胡啊，跟他几个那个右派的内阁反对这个两国方案啊。较温和派或者鸽派。伊嘛知嘛，讲以色列，咱以色列无可能讲逐工甲人相拍安尼吼，咱的子孙吼都和平，这无可能啊！一定是爱这个让这个巴勒斯坦有一个国家。其实拜登嘛支持这个两国方案呢，但是川普对啊，拜登支持啊，再来小布希嘛支持啊，过去从小布希、奥巴马、克林顿，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基本上都支持这个两国方案。但是川普破坏这里，所以美国本来对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两大党本来有这个共识的，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对这个安怎解决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迄个冤家本来有高度的共识，看法真差不多了。但是这个川普反对了，川普讲，以色列好啊，各一个国家无可能啊，一个国家对以色列造讲对安全不利啊，所以反对啊。伊就讲各来高地以色列兼并很好啊，约旦河西岸的屯垦区啊，越多越好啊。你看安尼哪法度？这个要等美国大选不可能。咱他讲来讲去，拢讲到幕后是美国，有一个对手叫做中国。但是美国在全球的战略顶头，甚至到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到打为止，这70-80年中间，美国在全球战略上。敢有犯什么错误？还是讲伊的性格上，就是有这种，才变做讲有另外一群人走出来，对伊还非常的不满。老师，因为美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伊的战略思考就是讲，我的敌人是啥物人，我要找出我的威胁的来源。所以你看伊美国总统的迄个每年的伊的国家安全报告书里面都写得真清楚。伊逐年拢咧讲，我是危害什么人？为川普时代开始，伊俄罗斯甲中国是中国的敌人嘛，甲拜登去了变做中国了啦，所以中国是伊敌人，所以即摆要思考讲，要来咱咧经济、科技、外交、甲联络方面来个压制。你要压制，你要是讲思考，要是讲布局嘛，所以为川普开始甲。拜登就等咧印太什么印太战略这种 Indo-Pacific 这种概念中国讲说是亚太美国就用这种方式代理人的战争这种方式，因为伊等咧印太，伊是结合迄个美国、甲日本、甲菲律宾美国、日本、甲南韩这三国的力量，佮用这个AUKUS美国、甲英国、甲澳洲，嘛用美国、日本甲迄个欧洲、甲迄个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所以你感觉讲，伊用这种经济还是平台来压制中国发展，这是有可能那么不过即摆上大问题是讲，咱面对世界的局势常常咱爱了解讲，
这个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哦，虽然即摆有人工智慧吼，甲即种问题转移，啊，毋过全球化世界是出现了，所以你的影响力，你毋敢靠你的军事还是经济，你嘛要靠你的道德文化哦来影响其他国家。所以美国为1949年哦，历史最大战开始嘛，伊嘛真个错误出现，伊为了要甲伊的民主哦领导推销出去，伊往去推翻一寡国家的政权，哦，伊讲即款是独裁，譬如说古巴，哦，伊要甲推翻，哦，巴拿马要甲推翻，也是介入阿富汗战争，也是介入越南，哦，越南啦，这向推啊，所以即款物件向推啊，所以伊为1991年了，伊就感觉讲。